弟兄姊妹平安。我哋今年咧嘅主題係獻情，唔係太想講獻情啦，已經係傳揚獻情承擔，同正天國無間。而我哋咧就選取咗咧唔同嘅經卷，同大家一齊去思想傳揚獻情承擔呢幾個嘅面向。約書亞記可以話係我哋咧上半年咧主要咧係選用嘅經卷嚟嘅。大家如果睇翻咧，我哋由1月開始，由承擔開始就用咗約書亞嘅第1章，跟住咧就一直咧就去到咧大約2個禮拜前咧，耀宗傳道同我哋講嘅係去到傳揚嘅第2講，已經去到第10章啦。如果大家咧有印象嘅話咧，上次咧我哋透過約書亞記嘅第5章，有關於咧以色列人越過咗約旦河，喺未攻取迦南地之前，佢哋喺吉甲呢個地方，佢哋咧行割禮，而咧約書亞亦都喺嗰度同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去預見呢啲嘅事件，去開始我哋咧獻情呢一個嘅主題方向。進入獻情嘅第2講，亦都係由我負責嘅。而我哋今日咧已經嚟到約書亞記嘅第20章。進入第20章嘅經文之前，我想先同大家一齊去睇約書亞記嘅結構，從而帶動我哋點樣從第20章去理解獻情嘅基礎。約書亞記咧總共係有24章㗎。如果我哋咧將佢劃分開嘅時候咧，上半部分係1至到12章，記載嘅係以色列人準備進入迦南地，同埋佢哋咧佔領迦南地嘅經過。而下半部分13至到24章就係描述佢哋分配土地嘅情況，同埋咧約書亞最後嘅説話。其中第6至到第12章同第13至到21章呢兩大嘅部分，有學者認為咧係對應嘅。呢兩個部分係共同構成咗約書亞記嘅核心。第6至12章講咩㗎？就係講到佢哋點樣咧去攻取啲土地。13至到21章咧，就係描述攞到呢啲土地之後，佢哋點樣去分配。以色列人攻佔咗迦南地，接住落嚟，佢哋就要去定到底邊啲支派可以得到邊啲嘅土地。13至到21章可以話講緊嘅就係呢一啲嘢。如果你哋過往自己去睇約書亞記嘅時候，唔知道睇到第13至到21章，你哋係會點睇嘅呢？可能好快就跳過係嘛？因為佢講分地啦，係講到好長，亦都好詳細嘅。但我哋對佢咧，可能冇乜大興趣。不過呢個結構或者脈絡係話緊俾我哋聽，呢幾章嘅經文卻係非常重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上帝對亞伯拉罕同埋佢嘅後裔對於有關土地嘅應許。呢個咁重要嘅立約部分，喺呢一度正正就係咁實現咗出嚟。如果我哋過往睇摩西五經嘅時候，我哋都會留意到摩西五經好多嘅內容，最終都係指向緊以色列人係獲得呢一片應許之地。有啲嘅書卷甚至會對以色列人將來喺呢片土地上面點樣去生活，提供一個清晰嘅指引。翻返去約書亞嘅第5章嘅話咧，我哋記得我哋上次提過，所有第2代嘅以色列男人，佢哋過咗約旦河之後，就立刻去進行割禮。呢個行動係代表緊上帝要再一次去建立佢同佢哋嘅先祖亞伯拉罕嘅約。耶和華對亞伯拉罕嘅應許，就係要透過呢一代嘅以色列人進入呢片土地去實現出嚟。所以當以色列人佔領呢片土地嘅時刻，終於嚟到。約書亞記對分段呢一個咁詳細嘅描述，正正就係要顯明耶和華實現咗佢對亞伯拉罕同埋佢後裔呢一個嘅應許。上帝係確確實實咁樣將土地賜到俾呢一班嘅以色列人。13至19章，我哋頭先講係屬於咧分地嗰個段落。13至19章咧描述嘅係咩？就係以色列嘅9個半支派喺河西呢個地方點樣去分配土地嘅情況。19章最尾嗰一節佢話，這樣佢哋就完成咗分地。
我哋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呢？頭先明明話13至到21章係講緊分地噶嘛，既然19章最後已經講到佢哋完成咗分地，咁20同21章講嘅到底係啲乜嘢嘢？今日我哋要睇嘅就係第20章，入邊嘅內容講緊嘅就係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要喺分地之後，要將佢哋所得嘅土地去攞翻一部分出嚟，去設立6座嘅避難城，讓到嗰啲誤殺人嘅人能夠有一個安身之所。而第21章呢，就係記載利未人佢哋去見領袖，要求按住耶和華嘅吩咐，就俾佢哋有城鎮同埋嗰啲嘅郊野，讓佢哋能夠去居住同埋畜牧。於是以色列人就照住耶和華嘅指示，從自己啱啱去睇到所得到嘅地業裏邊，將48座嘅城同埋城鎮嘅郊外都俾咗利未人。而第20章所提到呢啲嘅避難城呢，都包括喺呢48座城之內。所以我哋睇見20同21章嘅分地，同之前嗰幾章呢係有唔同㗎。13至19章係要完成以色列唔同嘅支派喺迦南地點樣分配屬於佢哋嘅地業，但係20同21章講緊嘅分地呢，係處理一啲特殊嘅狀況同埋需要，而且20同21章所講嘅分地係要由12個支派裏邊，從佢哋已經得到嘅地業去劃分、去呈獻翻出嚟，去回應上帝呢一個嘅吩咐同埋需要嘅。點解以色列人會肯從自己嘅地業裏邊交出一個部分呢？我諗大家都識答係嘛？梗係啦，經文都講不斷咁提，呢個係出於耶和華嘅吩咐噶嘛。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咪咁樣去遵命而行咯。獻情係基於耶和華嘅吩咐。喺第一講嘅時候，我哋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不過我相信仲有其他嘅原因，亦都係今日我想透過20章咧去同大家再去思想嘅。我相信另一個原因就係呢一班以色列人相信、認定，亦都經歷緊一切嘅土地都係出自耶和華之手。從約書亞記嘅第1章，耶和華已經係一再重申要將個地賜俾佢哋。我哋試下代入一下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嘅處境，佢哋一而再咁聽到耶和華呢一個嘅應許係會俾地佢哋嘅。佢哋都經歷過咗約旦河之後，過約旦河嗰個神蹟。當佢哋南征北伐去打仗要攞地嘅時候，佢哋亦都經歷過圍繞耶利哥城，讓日月停住呢啲嘅神蹟。佢哋時時刻刻咁經歷緊喺佔據土地嘅時候，耶和華點樣去供應同幫助佢哋。經歷過呢一切事，而家終於可以去分地，終於得地。你估佢哋嘅心情係點樣㗎？佢哋應該係好能夠認到呢一片土地係真係上帝俾先至有嘅。佢哋呢一刻應該都係好激動，但係亦都係好感恩。無論如何，置身喺眼前呢片土地，佢哋深深知道係基於耶和華長久以嚟嘅應許。係耶和華親自賜。嚟到分地篇章嘅最後一部分，21章嘅43節，亦都一再重申，係耶和華將土地賜俾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係清清楚楚明白到，能夠分地又有能力可以去獻呈翻呢啲土地出嚟，最重要嘅條件係先有上主嘅供應同埋賜予。如果唔係，佢哋根本連要話獻呈嘅機會都冇。佢哋認到係上帝施恩嘅手供應俾佢哋，佢哋就懷住呢份信服感恩嘅心去回應上帝，被上帝去咁樣去使用，按住上帝嘅豐富，將自己得嘅地攞翻部分出嚟，俾利未人去居住，亦都由利未人去掌管呢6座嘅避難城。呢個就係佢哋其中一種或者係另一種嘅獻情。情況咧多多少少都有啲似我哋今日嘅，我哋今日出糧係咪？大家翻工
我哋咧都會按上帝嘅吩咐，將一部分咧去交出嚟，奉獻俾教會，由教會去管理、去運用。不過弟兄姊妹，我想問，咁係咪真嘅咧？係咪上帝咁吩咐咗，我哋真係有咁做㗎？每個月出咗糧之後，我哋有冇按上帝嘅吩咐去咁樣奉獻啊？當我哋奉獻嘅時候，我哋用啲咩心態嚟奉獻㗎？係覺得好肉赤，哇！有一嚿又俾咗教會啊，我咪自己使少咗？係好唔捨得，因為係認得出我哋賺嘅都係上帝俾嘅。喺我哋工作，我哋賺取我哋日用需要嘅過程裏邊，係有佢看顧，有佢同在。正正因為我哋咁樣去認到，我哋經驗到，我哋記得嘅時候，我哋就懷住嗰份感恩嘅心去獻呈翻俾上帝。能夠獻呈係基於上帝嘅吩咐，但係同時亦都係仰賴上帝嘅供應，佢俾我哋先至能夠俾得翻出嚟。如果我哋覺得所有嘢都係我哋自己努力咁賺翻嚟嘅，我哋就覺得獻呈完全係因為我自己好有能力。但我哋要記得，能夠獻呈真係因為上帝咋，係因為出於上帝，上帝俾我哋，又讓我哋有機會可以咁樣獻呈去回應佢。好啦，而家咧就我哋真係進入咧約書亞記嘅第20章。呢一章咧只有9節嘅經文，我想請大家咧幫我讀出嚟。預備開始。好，唔該晒弟兄姊妹。呢一章嘅經文呢，可以分為2個嘅段落，1至到6節係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設立呢啲嘅避難城，而且詳細嘅描述設立嘅目的同埋處理嘅程序。第7至到第9節呢，就係以描述以色列人遵命而行，然後再一次去提及設立呢啲避難城嘅目的。耶和華要以色列人設立避難城嘅目的，喺第3節就講得好清楚，好使嗰啲出於錯誤並非蓄意謀殺人嘅，可以逃到去嗰度。嗰啲城以為佢哋呢啲人呢，去逃避報仇嘅人，成為佢哋嘅避難所。當時嘅以色列家族呢，佢哋好視自己成個家族呢係一個整體嚟嘅，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咧比較重視個人嘅身份。所以當其中一個家庭成員遭受到損失嘅時候，就會對整個嘅家族帶嚟咗虧損。而點樣算呢？唯有就係修補翻呢一種嘅損失，
先至能夠令到成個嘅家族可以去得返嗰份嘅平衡，能夠得返嗰份嘅完整性，甚至係嗰份嘅幸福感。另一方面呢，流血喺當時係被認為咧係會玷污上帝嘅土地嘅，所以呢個係一種罪行，係需要去補救㗎。如果唔係，喺成個嘅家族都會陷喺罪裏邊。而血腥報仇係一種合法嘅權利，甚至係一種宗教嘅義務。所以如果殺人嘅時候就能夠可以報仇去殺人填命，對當時嚟講係被允許嘅。如果有家族成員係俾人咧去殺，被流血而造成咗土地嘅污染，得罪上帝嘅話，令到成個嘅群體蒙受損失嘅時候，佢嘅家族就會指定一個嘅成員去報仇。呢個人就係經文裏邊所講報血仇者。呢個人呢，應該係一個近親嚟嘅。呢個報血仇者就會去追殺嗰個兇手，要去留返對方嘅血，以血債血償嘅方式去贖回佢自己親人所流嘅血。喺而家呢個社會呢，就住殺人嘅案件，我哋都會分佢到底係謀殺啦，定係誤殺。佢哋嘅刑罰係唔同嘅。我哋嘅社會係唔容許我哋自己去報仇，係需要按照司法嘅程序去審理、去量刑。我哋頭先睇見喺古代嘅以色列情況係唔一樣，所以基於呢啲嘅原因之下，耶和華就設立呢啲嘅避難城，要去處理同回應呢一個嘅問題。避難城嘅目的就係為咗嗰啲誤殺嘅案件去設立一個適當嘅程序，去保護嗰啲無意殺咗人嘅人，讓佢哋能夠喺呢啲城裏邊暫時居住，唔俾嗰啲報血仇者將佢殺死。不過話又說返轉頭，呢個雖然係意外，但係殺人嘅行為確實係為死者嘅家屬帶嚟咗嚴重嘅虧損同埋後果。殺人者雖然唔係故意咁樣去犯罪殺人，但佢仍然應該受到一定嘅懲罰。所以呢個設立帶嚟嘅懲罰係咩啊？佢就係喺呢啲嘅避難城裏邊變相坐監咯，令到佢同埋佢嘅家族為到今次嘅意外而造成呢啲嘅悲劇，去承擔翻應該要承擔嘅後果。基於呢個原因，以色列人就按照上帝嘅吩咐去設立呢啲嘅避難城。頭先大家咧喺第7、第8節幫我讀咗係嘛？佢哋話分咗呢3個係位於河西嘅避難城。經文嘅記載咧係由北至到南咁排列，最北嘅位置係屬於拿弗他利山區嘅基底斯，跟住落嚟中間嘅係以法蓮山區嘅示劍，落到去最下邊嘅咧就係位於猶大嘅希伯倫。而另外咧，佢哋都喺約旦河東同樣設立3座城。呢3座城咧，其實喺舊約嘅時喺《申命記》咧，已經係摩西吩咐咗佢哋得地嘅時候要設立噶啦。呢3座城係喺經文裏邊咧，係調翻轉頭由南至到北咁樣去排列翻上去，分別有比色啦、拉末啦同埋哥蘭。所以大家可以睇見，從呢個嘅地理分配嚟講，你應該都會睇到，其實6座城嘅分佈咧，都算叫做幾平均㗎喎。點解要咁做咧？答案應該都好顯然易見啊，係嘛？所以考唔到大家。正正就因為咁平均嘅時候，就能夠確保到嗰啲誤殺人嘅人，無論佢喺邊一個嘅地區，都能夠好快咁揾得到呢啲嘅避難城，唔使因為路遠而被個仇家追到，令佢冇命。唔單止係咁啊！按照《申命記》19章3節嘅記載啊，以色列人呢，仲要因為咧呢啲嘅避難城而咧去起路，方便呢啲要去逃避嘅人可以盡快有路去到呢啲嘅避難城。後嚟有學者指出啦，以色列人呢有一個嘅律例嘅，就係每年嘅某一日，佢哋就會派人去修理呢啲通往呢啲避難城嘅道路，移除所有嘅障礙物啦，嗰啲絆腳嘅石頭啦，而且佢哋會確保呢啲嘅路標係清晰可見。
所以佢哋係持續咁樣去為到呢啲誤殺嘅人去提供一啲嘅方法，讓佢哋嘅生命能夠得到保障。耶和華設立避難城，其實係反映緊上帝嗰份嘅公義同憐憫。上帝嘅公義就係在於誤殺人，即使只係誤殺，亦都要必須為佢自己嘅行為付上代價。而耶和華嘅憐憫呢，就係見於誤殺人嗰啲嘅人能夠喺第二個地方繼續存活，佢哋嘅生命係得到保障。所以我哋可以睇見上帝設立呢啲嘅避難城，既係監獄又係保障。誤殺嘅人既係被放逐，但係都有一個臨時嘅屋企。上主就係要以色列人獻出土地去建呢啲嘅避難城，基於嘅就係上帝呢一份嘅心腸，亦都係為着以色列人嘅好處，讓佢哋所做嘅都係學像耶和華，以公平恩慈咁去對待人。呢份呈獻，如果根據第9節，佢會講到，仲係帶嚟另一個祝福嘅，就係讓寄居者喺佢哋中間嘅外邦人都同樣見證同埋經驗上帝呢份嘅公義同埋憐憫。呢份對普世嘅人嘅憐憫，其實都要成為以色列人嘅價值觀同埋信念，而且喺佢哋嘅生活裏邊，就要藉住呈獻呢啲地方、管理呢啲嘅地方，一路咁樣去服侍，而咁去表達出嚟。上帝對沙宣有啲咩吩咐呢？其中一個好明顯嘅，沙宣喺上帝領受嘅使命就係要服侍社區。其實大家翻得嚟一段時間，應該好熟悉係嘛？你哋而家安坐緊嘅地方，星期1至6就係服侍鄰舍嘅社區中心，要讓人得聞福音好處嘅同時，其實上帝都期望人係能夠藉住沙宣而得到關懷，得到生活上面嘅支援。讓人可以真實體會到上帝嘅恩典慈愛。服侍社區係上帝俾我哋沙宣嘅吩咐。至於我哋係咪領受呢份吩咐，遵行呢個吩咐，某程度上邊都係取決於我哋係咪能夠體會同埋擁抱到上帝呢一份心腸。我哋能夠繼續成全呢份使命，係因為喺我哋當中有唔少嘅弟兄姊妹願意投身，擺上佢哋嘅心力、時間，同社區嘅人士去同行，關心佢哋嘅需要。你哋在座當中，其實好多都係參與緊其中㗎。咁點解你哋願意咁去做？弟兄姊妹點解願意咁去做？我相信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能夠擁抱到上帝呢份心腸，佢哋都睇到上帝睇到嘅呢份需要，佢哋都有呢份嘅意念，所以佢哋都願意去愛同埋關懷其他嘅人，跟住佢哋就願意去獻情同埋承擔。獻情咧唔係無中生有嘅，唔係無端端話哎呀想獻啲乜咁心血來潮嘅一件事。我哋點解會回應上帝？都係因為體會上帝呢份心意同想望，而上主嘅心意同想望，亦都成為咗我哋嘅心意同埋想望。當我哋咁樣去獻情嘅時候，我哋就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一樣，向人見證緊上帝呢份嘅恩慈，呢一份嘅憐憫。今日上帝要我哋向佢獻情啲咩？我哋係咪明白上帝背後嗰份嘅心腸嗰個嘅意念？上帝嘅公義同慈愛，我哋理解到有幾多？面對咁樣嘅上帝，我哋係點回應㗎？上帝係好喜悅，我哋明白佢嘅心腸而去擺上。所以以色列人咁樣做係一件上帝喜悅嘅事，唔係因為講緊佢俾幾多幾少。而係因為佢哋明白上帝願意以上帝嘅心腸去成為人嘅庇護。如果今日我哋都了解上帝呢啲脾性，上帝都 call 我哋去做佢想我哋去做嘅事嘅時候，
我哋係咪都能夠捉實上帝嘅價值觀，去成為我哋自己嘅價值觀，以致我哋就能夠同上帝有同樣嘅視野同睇見，都有嗰份嘅心腸同憐憫，去為上帝，去為我哋周遭嘅人盡力咁擺上，無論嗰啲係物質，定係我哋其他嘅心智或者係力量。以色列人呢，一齊去建立呢啲嘅避難城，不過往後呢，仍然係需要有人去運作同埋管理嘅。呢啲職事就由呢6座避難城嘅長老同埋居民呢去承擔。大家仲記得係嘛？利未人總共得到嘅係48座城，即係話其實另外嗰42座嘅利未人呢係唔需要負責呢啲職事嘅。所以我哋可以咁講，管理呢6座避難城嘅利未人係需要付出更多。嚟到呢一步，唔係個人意願嘅問題，而係上帝俾嘅位分同埋責任。當有自稱話自己誤殺人嘅人嚟到，城裏邊嘅長老就要喺門口去保護佢，聆聽佢嘅陳述，讓佢唔好咁快俾仇家就殺咗。當仍然未接受正式嘅審判嘅時候，長老已經有責任要去保護佢，帶佢入城裏邊去安頓佢，讓呢個人成為佢哋中間嘅一份子。經文要咁樣咁詳細去描述，係要讓我哋知道喺未有審判結果之前，長老要去接納呢個人，唔單止係咁，更加要去保護佢。而如果佢經過審理之後，確認呢個人嘅行為真係意外，係無意嘅，長老就要佢喺長期居留喺呢啲城嘅期間，為佢提供一個居所。另一方面呢，作為一個避難城，呢啲嘅城鎮亦都有其他嘅責任嘅，例如係啲咩啊？譬如佢哋必須要去保持咧佢哋嘅外牆咧、大門咧係處於良好嘅狀態嘅。因為你話唔埋嗰啲嘅即係報仇嘅人會唔會咁衝咗入嚟就去殺人嘅喎？長老咧亦都要隨時做好準備，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就去聽呢啲嘅陳述，去進行審理。除咗長老同埋呢啲管理者之外，城裏邊嘅居民都要知道點樣同呢啲誤殺者共處嘅，令到呢班人能夠融入喺佢哋城裏邊嘅生活，而唔係將佢哋睇為係入侵者，係嫌疑犯。因為呢啲人需要留喺呢啲嘅避難城裏邊工作同生活，可能係要一段時間嘅。佢哋逗留到幾時啊？係要直至到大祭司死咗之後，佢哋先至可以離開呢個城，返自己屋企。呢段時間呢，其實冇人知幾耐㗎，可以短到幾日，但係可以長至幾十年。避難城裏邊嘅利未人就係日日咁做緊呢啲嘅工作。相比起其他唔使管理屠城嘅利未人，佢哋應該係更加煩、更加辛苦。1-2個月、1-2年應該都 OK 嘅，但係呢個位分係一世嘅。耶和華吩咐設立避難城，但係冇話到48座嘅避難城就分為8組，然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大家就輪流啦。可能我哋今日會咁諗係嘛？但係當日唔係咁樣安排，除非呢6座避難城裏邊嘅居民，呢班嘅利未人唔再留喺城裏邊。如果唔係呢個位份，佢哋就要繼續咁持守落去。如果你係呢6座城裏邊嘅利未人，你會覺得點啊？你會唔會覺得其實都唔係幾公道？跟住心裏邊都有啲嘰哩咕嚕嚇，咁咪去做咯咁。或者你會唔會因為好無奈咁，所以就懷住呢份成日都好無奈嘅心，咁營營役役咁去做呢？定係好似之前所講，因為認到係上帝嗰份嘅供應，能夠擁抱到上帝嘅心腸，而能夠投入去做，願意為上帝、為群體嘅好處而咁樣去呈現自己，去承擔呢啲責任。
跟住忠心持續咁去服侍。如果俾你係點揀㗎？我哋講獻情，其實唔單止講緊教會服侍，或者你每個月奉獻幾多錢。我哋人生裏邊有其他嘅位份都包含喺入邊嘅。面對教會其實老實講，可能都會好啲、容易啲。教會邀請我哋去做一啲服侍，如果我哋冇感動嘅，咁我哋可以推㗎嘛。但係人生裏邊有一啲嘅位份，唔一定可以係咁。我認識有弟兄姊妹，佢嘅父母同埋兄弟姊妹都有殘障，佢要一個人照顧幾個嘅屋企人。亦都有弟兄姊妹因為單身，照顧父母嘅責任就不其然咁，大部分都落咗喺佢哋嘅身上。喺呢啲嘅處境裏邊，佢哋都可以覺得上帝好唔公平噶，佢哋都可以覺得佢哋好蝕底噶。繼續照顧，但係心裏邊可以嘰哩咕嚕噶噃。不過佢哋都係認到上帝擺佢哋喺呢個家庭裏邊嘅身份。喺照顧其他嘅屋企人嘅時候，喺嗰啲嘅過程裏邊，佢哋繼續咁見到、經歷緊，亦都不斷咁同人分享緊上帝點樣去供應俾佢哋。佢哋明白上帝要佢哋點樣去對待呢啲屋企人，為成個家庭嘅好處，佢哋咁樣去擺上佢哋自己。呢啲就係獻情，係真真實實日復一日。冇掌聲，但係要跟一世嘅服侍。但佢哋仍然心存樂意，忠心持續咁擺上。所以弟兄姊妹啊，有時有啲位份唔係我哋可以就咁話推就推，有啲可能冇得揀。有時上帝擺放我哋嘅位置喺人睇嚟未必係最着數。不過我哋能唔能夠轉換一下我哋嘅眼界？睇到呢個係上帝俾嘅機會，佢俾得，佢就會供應我哋所需要嘅資源同力量，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一樣。我哋要做嘅係咩啊？我哋慢慢 tune 自己，理解上帝嘅心腸，佢嘅意念，同上帝有同一份嘅眼界，然後我哋就按住上帝俾我哋呢一個嘅職分，我哋就去獻情。用感恩樂意嘅心去擺上，亦都唯有咁樣，我哋先至能夠持久咁樣去獻情，咁樣行落去。獻情就係擁抱上帝俾我哋嘅位份，又樂意擺上，就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只要住得喺呢6座城嘅，就會有咁嘅責任。佢哋係好特殊咁承擔咗呢啲位份。同其他42座城嘅利未人確實係有啲唔同。上帝有冇將一啲嘅特殊嘅，只係屬於你嘅嗰一份交咗俾你？要你去為佢咁樣去擺上，去回應。我哋係咪甘心啊？又係咪因為能夠甘心，我哋就做好佢？弟兄姊妹，其實我哋頭腦上好明㗎，上帝唔係要緊我哋好多嘅嘢，上帝唔係咁霸道㗎，唔係我哋賺100，佢就要晒我哋100㗎嘛，佢都唔會要求我哋俾佢係過於我哋所能承受。換咗個角度睇，獻情其實係一份祝福，係俾我哋能夠時常記得上帝點樣帶領我哋嘅人生，係俾我哋記得點樣去數算佢俾我哋嘅恩典，以致我哋能夠謙卑咁樣去俾佢。喺獻情嘅過程裏邊，我哋能夠更認識上帝，更加體貼佢嘅心思意念，更深去體會佢嘅恩慈信實，就叫我哋喺人生唔同嘅位份裏邊，不斷咁校正我哋嘅態度同方向，最終係叫我哋嘅生命能夠進深有所成長。叫我哋成個群體能夠成為有力嘅見證人，一齊咁持續嘅去見證天國係臨在，為到我哋呢一代嘅人，為到我哋嘅社區去帶嚟上帝嗰份嘅恩慈，
嗰份嘅憐憫，讓到其他未認識佢嘅人、寄居喺度嘅外邦人，同樣都能夠同得好處。我哋願唔願意咁樣去獻情？今日無論我哋獻情緊啲咩俾上帝嘅時候，我哋認唔認到係上帝俾嘅？我哋睇唔睇得到上帝嗰份嘅美意？我哋又願唔願意咁樣去承擔，而唔係喺度心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去扯住我哋，讓我哋喺行動上面獻情，不過心裏邊其實唔樂意。有冇睇見嗰啲嘅獻情？上帝在乎緊嘅係我哋嘅生命，係我哋能夠更貼近佢。讓我哋都有啲時間去安靜，我哋自己去回應上帝。